吧，来吧，来吧！哎呀！在9月1二3 4 5 6 7 8 9月你没放对了。
远保时顺他们4个人跳的。青梅竹马哈？不是9元保时顺，哦，9元保时顺那个新的那个。哦，不是，相当相公店的杂西锅庄。这个太短了，是2分钟的。杂西锅庄。 这个这点段才1分多钟。杂西锅庄。太好了，这条花园。什么开了？开完了。什么开始？你都开完了。跳舞车站是要看的，还有5次挺多次。很舒畅的。这动作还是很到位。嗯。我们的直播对，这是队友拉姆娃，拉姆娃。高声调的几位升级。哇，不好看，这不想看，是吧？有点像 KTV 的感觉了。在干什么？叫我干什么？大会不合在即。Thank you.
不相信我会跳。这个吧。你给我找个钢管，我给你跳。找钢管。呀啦啦啦啦啦！先是鸡脚。生手鸡脚，跳个曲坠也被跳了一个。这叫人生兴衰。他就是错。好了8级走了，把那羊都活不？好了8级走了，那羊都活不？肯定有点悬哦，被家养惯了，肯定有点悬。他不得乱吃，他可能他不乱吃东西啊。他没办法了，有人没得主人，他只有那样子了噻。是吧？他这个是干啥子用的？这个？这个是 AFMF，就是这个是自动这个手动，因为这个调 MF 就调 AFMF，你能开 A 档就是 A 档 ，AFMF 这个是C 档，都能按钮。最叫的是这个是锁定，你锁定那个电调的锁定这个，锁定这个，啊，你转一会调啊，随时变化，可调是可调的，可调，我可调可以。我只是不晓得啥人，我不晓得他啥人，我不晓得他咋死的。就是锁定了之后就不能转，锁定了之后就不能转。
他啥意思？哎，喜欢。甩头发把人打了噻。不晓得。但是我那个就是天地家的是通用的。要不要加一个？你要跑了。他突然跑啥情况呢？没有扎起取针的狗狗儿，有小狗狗儿去扎起取针了。他跑撵去了。哎，跑起去耍去了。我就说他突然跑了。扎起取针那个狗狗长得有点，应该大型狗。排练了吗？还没学会的嘛。慌啊，慌起来！太猛当啊！这个800个狗。1.6到3.2。它就是2分了1.6。有点把握的看。哎，对，你要说你开自动挡嘛，你是开手动挡，你是开 A 模档嘛。你开3.2，你可以手动的。这边光有点难，偏难。
你就调，然后7个你调成条儿，4天3条左右。然后要么你就调大点儿，因为这个太冷了，太冷你要么你调5600，5500也不到，5500左右，是比较正常的。相对别台，我看了晚点的，5.4左右。如果说太高了的话，脸就是红的。对，这个它5条。如果开3000多的话，就太别了，灯光源。小别战衣不住。